来看中国配合老小姐，伊伫网络有一个爷爷伫台湾的平台，伊定定翕影片来发表统战的言论，佮讲应该用武力统一台湾。伊的影片互检举，移民署伫约谈了后，决定要来废止伊伫台湾移亲的居留许可。所有的台湾人都知道，言论自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，也不是武力统战或者是武力侵犯台湾的借口。所以呢，这位网红我们就依照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》来处理。那我们也都了解，台湾社会呢，你触犯到言论自由的底线，然后触犯到我们法律底线的话，我们希望用这个法律的规定来予以严格处理。这对中国寄来台湾的老小姐，伊后来家己冒翕影片讲，伊互检举，互移民署约谈。内政部长刘世芳是强调讲，会依法来处理。移民署嘛表示讲，这位老小姐讲大陆武力统一台湾，已经无需要其他的理由。佮批评讲，一直拢无武统的行动，这已经危害到咱国家的安全，影响到社会安定，所以依法来废止伊伫台湾移亲的居留许可哦。按照规定，伊5天内袂当过来提出申请，最近嘛来要求伊出境。